方啦吼，伊爱心你来看，今仔当带遮来咱太极拳，嘛是讲无简单啦吼。咱这有这个机会，大家好好欣赏啦吼。我今日也会，我拄交迄个感情官伫金楼顶去鉴定这时阵啦吼。如果今日咱太极拳这个鉴定的时阵会当破金氏纪录啦吼。金氏纪录我看有知影啥物意思？是世界纪录啦吼。世界纪录若如果会破，这个纪录过来是咱太极拳，嘛咱太极拳成功吼。今日非常感谢咱民华村主委介民吼来自这个所在吼。因的爱心，伫报纸、伫电视顶头拢有看，我相信拢知影啦吼。今日我太极拳嘛加减啦吼，我出6万，但斗3角吼，安尼咁好。我嘛爱心呢。我讲一个故事互恁听啦吼。阮太极拳过去就是伫教育公益事业做了足济啦吼。阮太极国中伫即个所在，甲新兴国小即个所在，完全读册拢免钱，就是太极拳吼。我做热有当日一个较朴素的啦吼。即着讲伊足感谢太子爷公啦吼，因为伫国校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甲硕士、甲博士班毕业了后，拢完全接受太子爷公的即个奖学金吼。所以讲吼，爱来底啊，做热来底啊，太子爷公感谢啦吼，咱听咧足欢喜嘛，感觉足感激的吼。会当讲来安尼即个少年会当安尼做，实在讲对咱太极拳实在讲是一个肯定啦吼。所以咱太极拳开店拢开伫咧学校的顶头，有目的吼，有顶有目的。所以伫这所在吼嘛今日非常感谢咱在座各位观众吼，会当来这所在，伫这热情的当中希望大家来接看老姐，好唔好？好啦吼。我非常感谢吼，咱主席作为员本来这。